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一周黃金新聞。近排咁多假期，唔知你哋有冇多咗時間睇關於影響金價嘅新聞呢？定一話出晒去玩冇時間睇新聞呢？不過點都好，就等我 Choco 同你哋一齊回顧下過去一周嘅黃金新聞啦。首先喺4月25號，中國宣布免除對部分美國商品嘅關稅啊。市場點解讀呢個信息？市場就認為中美貿易談判咧可能得到緩解啊，降低咗避險需求。當日嘅國際金價跌近差唔多2%啊，報每盎司3284.13美元。嗰一周咧累計下跌1.2%。分析師就表示啦，如果中美貿易嘅談判真係得到緩解嘅話咧，金價上漲嘅動力就可能減弱咯。另外就係美元走強限制咗金價啦。喺4月25至26，美匯指數回升，進一步壓制咗金價。喺4月29同埋30日，金價分別下跌0.81%，跌至3317.25，低見3299.75啊，真係好陰公豬啊！雖然中美貿易談判得以緩解，令到市場對於避險嘅需求降低，但係人就係咁噶啦，嗌完交又話想修補關係，越諗越亂。喺4月30號有報道指出，美國聲譽下降，以及全球貿易規則瓦解，令到避險情緒再次升溫啊！另一邊廂，新興市場嘅央行購金潮同埋去美元化，成為咗長期支持金價嘅因素。另外就係金價創歷史新高之後咧，短期會有波動啊。4月29號，彭博報導指出，金價創歷史新高之後咧 ，SPDR Gold Share ETF 期權交易量激增至130萬份合約啊，但係對沖下跌嘅風險咧就跌至8個月嘅低位，咁樣反映出市場咧對於金價看漲嘅情緒降溫。最後啦，金價喺過去一週試過單日急跌之後咧有小幅回升，個原因係因為美國嘅經濟數據疲弱。總括嚟講，金價喺短期之內咧會因為美元嘅強弱、避險情緒嘅波動同埋貿易談判嘅進展而受到影響嘅。而長期嚟講，因為央行嘅購金潮同埋地緣政治風險支持咗長期金價上行嘅趨勢啊。無論係短期定長期，你哋都要跟實我哋一周黃金新聞啊！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短片啊！拜拜。